安平国中检灾各队再来热烈表演，替消防局第6救灾救护大队安平分队办公厅舍启用典礼揭开序幕。请结彩。安平分队有第4位山形门路外观，未来将成为当地的地标建筑。学校卖当来做校外教学，兼顾观光及教育功能。6大队安平分队一个安身的家。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，所以在他们休闲的时候，或是民众其实都可以来这边打卡，也充分契合了安平作为一个我们观光重点的一个区域。新的厅舍总面积大约380平，规划车库停靠消防救护车辆，确保出勤快速佮便利，环境大大提升。动用了4股7300万的预算。整个结构在省建筑师的用心之下，盖得美轮美奂。消防局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，强化整合安平地区的整体防救灾能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